德乐德乐团是南投德山在地的德音乐的乐团，这天特别到民间乡的福兴宫来演奏，先用德乐为妈祖来祝寿。 德乐德乐团来到民间乡福兴宫举办德乐器推广活动，多好拄到福兴宫举办庆典，和妈祖娘娘买当同齐欣赏德乐器好听的声音。希望说透过音乐的方式呢，来替妈祖祝寿之外呢，我们现场也很多的信徒呢，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我们在地文化的这个不一样的音乐。德乐器唔那是德山乐国的特色，嘛是环保乐器，演奏出来声音，互人听个水茫茫。有南投县政府文化局辅导，和德乐德乐器特别来到民间表演。阮会去南投县13乡镇顺利演出，这德乐是完全是用咱德山在地德乐。乡民听音乐做吉香，拢感觉心实个趣味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